我開始意識到，有啲創作唔單止係傳遞資訊，佢哋仲帶住一種脈搏。當你遇過呢種生命力之後，其他一切聽落都只係一堆雜音。我哋都經歷過呢種時刻，當你讀緊一段文字，或者睇緊一幅簡單嘅素描，房入面嘅空氣好似突然之間變到唔一樣。呢種感覺唔係因為件作品有幾完美，甚至唔係因為佢有幾沉重，純粹係因為佢令人感覺到嗰種鮮活。好似創作者唔係記錄緊一個諗法，而係將自己嘅生命力灌注咗入去。喺呢個充滿機械化產出嘅世界，我不禁喺度諗，我哋喺創作嘅過程入面，可以點樣留低呢種光芒？我開始將創作睇成一種能量嘅傳遞，或者當我哋真正身處其中，完全清醒，完全投入喺當下嘅流動入面，件作品就會變咗呢種生命力嘅導體，就好似張紙本身帶住電荷咁。呢種嘢唔係一種可以造假嘅技巧，亦唔係一種可以後加嘅修飾，佢更似係一種全然臨在嘅結果，令到媒介除咗承載嗰種能量嘅光芒之外，別無選擇。點解有啲嘢可以留喺我哋心入面，而有啲嘢睇完嗰一刻就消失得無影無蹤？我開始覺得係因為有啲創作者唔單止係喺度溝通，佢哋係進駐咗喺件作品入面，佢哋喺創作嗰一刻係咁樣全身心投入，令到件作品變咗佢哋人性嘅延伸。而我哋可以瞬間捕捉到呢種信號，就算隔住浸浸嘅數碼迷霧都一樣。或者呢種生命力唔係我哋加入去嘅，而係我哋容許佢流動出嚟。當我哋唔再執着於要產出啲乜嘢，而係單純去感受存在嘅時候，呢種力量就會發生。當我哋喺嗰種不設防嘅狀態去創作，生命力就會成為作品嘅靈魂。佢會變成一條橋，將嗰個當下嘅火花傳遞俾另一個需要呢種連結嘅人。佢將一份內容轉化成一種活着嘅共同體驗。如果你曾經遇過一件令你感受到心跳嘅作品，啲文字讀落去似係脈搏多過句子，我好想聽下你嘅故事。不如我哋喺留言區傾下，嗰啲真正令我哋感覺到生命力嘅瞬間。